当的家说呀，这个他这个俺谈过赢了吧？你万一那个他没唱过他下来是他，那不是人家就是还是不是？啊，你那个就说收出吧，当时用人家表情卡去，别把是人家表情卡去，制作收出不吧？当个做，就是出问题不吧？当个做我呢，就说你垃圾，但我呢现在像是一个农村的，我都制作卡你个月了的。你团长没那个确认那里啊？这个图纸，那边团长去了，那么就这个写的东西写的是确充嘛，是吧？讲过了，我就图工充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就他我也得说吧。他在那个这里就嘛呀，说那我就没要好这个来过呀，就是话，你说那对，你他们他们我什么的，要不这里人那个假如我呢对路过呢，家里多么来，60年的多是人家工作，对吧？60年的看不准嘛，大不吧？我那假如我觉得他就是对钱的，我那就给他他说的，就比如他说当什么事呢，苦对兄弟对不对？我那家他就要的。这这多少是来的呗？那的我呢也差不多，俺的60年的过来，给看的人家学习的俺定俺们用这个系统买了啊，过来看不定了嘛，大不的，给人家都系统上同学系统都好过了，他们在哪里呀？我这里今年现在多的有100%的下小了呢，也不要的，长不要的，我看的看不要的，我那人给现在他们几个月了，就熬东差不多100%的人来有30不买的，他不晓得吧？100%的30不买的，100%的看的也不要的，05的店的两个钱的可能也不要的，他不晓得吧？我30不买的，100%的我呢，就饮食业了，我就对方面吃的话，他这个我那30不60是给的。他的是用的，是不是我们湖南的？是不是的？他湖南我呢还那个，他这里湖南开他去多啊，这个我老呀去的去都在经历了这个老板打呀的这个月的话，这个是掉100个多啊，我的湖南家他去全部的，我是不是我那的？他不是我他了吧？对嘛，这不是这里有嘛的，或者别对面还在东南湖南这些白去那些一年没那么多的，这里是我那个是不是为了利用嘛的话，这里来这里钱的呢？哦，那就在这个，他在那个来那，咱们第一什么情况的生产量嘛，送成不赢了吧？这当然了吧？看这些了，他没他觉得，但你到如今呢，还我当时没属于看的讲究些，都没看的那个得他学多了，得那个说，他讲的多嘛，那他不行，他。那些，他阶段的给他还无了，他大是国民我的老总是要嘛的，那给些学生跟嘛的啦，小学是要嘛的，大是，他阶段嘛那个子还无了，他没觉得别的他不晓得，所以我电视上都顾虑就一点点了，对吧？你如果说是前面现在全面就是对，我说还无了，前面的那些那个子，男人的同学的差不多吧？这里都国家生活的，大爷的，他那都没看这个是多了吧？的学员他说了，给他就是刚才那个我下穷，这些。